有了市府交通局指导，台南市客运车教育辅导协会、结合议员蔡总校的服务处，以及餐饮集团、甲台南市电子媒体记者协会共同举办的招你做伙来关会的活动，将伫个9月1号记者节的当天，伫个北安关会中心来举办，结合台南建城400档，目标将募集400地的关会量。在这个礼拜天，9月1号要揪你一起来捐血。那很感谢有台南市计程车教育辅导协会，还有台南市电子媒体记者协会们，在9月1号是记者节的这一天，要揪你一起来捐血。那今年刚好是台南400，所以主办方和我们就想到一个企划，希望我们可以订一个400年冲到400包这个血液的这个计划。那这个目标的确是蛮大的，但也希望可以集结各方的善心人士一起来捐血，在台南400年当中留下一个最美好、最善良的回忆。关会中心表示，以病院每天的需求量需要2100地，南部地区的医疗用 A 型、B 型和 O 型的血液，目前已经比安全的库存量7天更少。这间关会中心也感谢侪企业的赞助，包括餐饮的对外券、无贩子的洗沐产品，加伫客运车的地用等。欢迎民众9月1号踊跃到北安关会站来关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